江山望佛百姓，명해산강 타이 태우야 측양天空模糊模样，乃神梦做英雄，强雄树脚脚头，蓝蓝烟头下，繁星随插脚他，地比天头。也粒天赋组的啊，对草本人开始捏，捏到眼目中要抢名的，结果阿伯啊，伤到要死，讲行费超50万呐。好啊，也较快摕咧，真紧我寻人，啥毋伫写起来。歹势啦，难得来，和本人做遐条事情。阿妹，我人讲我会艰苦呢，唔係講下7家人咩？7家人唔記咁乜驚咯。當然係7家人啊，但係講唔貼貼，唔見本件爭對美國轉來，應該係有時差嗬。行咗嚟啦，冇乜感覺。我連除咗18味煮嘅菜，我係想啲比班人較雜。咁見本人留下來食飯，我都好有煮什麼嘅，本來想去老醫生補一下，都好向下來食。王太太，哎，來拿茶誒。係啊，阿祖父卡冇菜，佢用拿600個啦。啊，好，等下哈。好。喲，要賣嘢啊？有冇生出按咯？是我按到咯。係，唔得擺啲傷礙。哦，我呀，我巴上哦，按叫冇看到，我想哦。誒，聽講你也到律師事務所上班哦。哦，做律師都冇喊動辛苦哦。行咗嚟啦，原來這條路唔辛苦咯，還有想做還是苦啊。唔按打拼，又按有才情，嘛個條路沒問題。哎，後生人無限做事，沒有為自家打算啊。按叫有搞什麼嘛？阿姨倆介紹嘛？哦，我呀邊事業，我當冇人啦。唔算按計啵，牙力上條件按好，7家要請，還算小家。哦，係呀，你上咧，係冇按錢，衝入來嘅用誒。本來就喺牙力上，我看佢啊，對按呢都按呢，技巧上牙來啦。我看哦，你上個料理上哦，輸起來做西人哦。哎，你上老醫生看咗老妹，唔得叫我白講乜嘅啊？好啊，茶拿去啊，好轉去煮飯呢，去服侍你老公哈。好啦，你上啊，按有限吼，就來阿姨不卡料，阿姨請食飯，哈。好啊，有人之意阿姨不卡料。好來，好，拜拜。就算有限，你千萬唔好也不卡，你唔好本佢有機會講乜嘅老唔少嘅對象，也嘅阿伯子，對條擺到也下，本佢少嘅到嘅啊，唔係人家就係離婚，睇下就講啊，佢係離通病，也不靠係智能強。陳阿姨很厲害啊！安排律師事務所，我們個難處理的離婚官司，請陳阿姨說話。
唔争地哦，讲有几得人强，手有几得人强。真来啊？哦，难得了，根本嘅按做准咯。事情出咗題啊，我暗中人經驗，我做中還係冇分氣啊。班长院长可能真上转来洗白呀，我有嘛嘅好欢喜嘅，唔像唔对哦，医生一搏嘅有几离谱啊！有一年哦，行加班都早上张转啊，我竟很见木做嘅。而家條女再應用啊，有冇應該夾板啊？莫講嘅，莫講嘅，我講哦，永遠會冇歡喜嘅。拄好醫生根本要做轉，你想唔等一下，我送去炒兩行菜，超好食飯咧。嘅人事最好誒，唔使麻煩啊。媽，我有聽數。咩好啦？你想唔等你阿爸轉來，門關關啊，上嚟食飯哈。醫生，落去。我沒聽說會派你種做槍，開心冇？醫生，夾啦！來啊！等下等個。你想食幾呢？吐幾哦？好食咯？什麼報名？按旧冇來，多吃台位好。公司有啲嘅請唔嘅哦？冇啦，同上我聽說請一個衝上嘅天花，我比一下就好，你就顯示啦。好煩呢，我要處理公司的事情。唔超唔對哦，按叫唔對啲嘅做乜嘅太事業，當年都做到冇嘅冇樣。做條轉來哦，個天花咪接唔掂啊！你下食飯哦，做唔到好好食。哎呦！錯啊，阿爸報名，排死啦！第一位出狀，冇睇乜嘅丁都出來。唔係櫃袋菇木煮菇堅骨咧，韓國冇買乜嘅，錢難穿，係咪冇我備事呢？係呐，你阿爸咪個出咗啊，仲辛苦哦。唔會啦，你阿爸出狀搞料，好多動到嘅。人師傅說按多年啊，但等你一撒氣天哦，你就表示哦，人頭家當沖死人哦。頭擺哦，寫時節啦，冇乜講法要點點哦，冇想到你下做歷史嘅哦。爸，金錢嘅事情我不出講啊。哦，好啦，頭擺事情哦，冇講，你想好就好嘅。都來。王醫生，要虐我啊！同上我聽說做一個期報案啊，全國要扣中出案，你就顯示啦，我寫冇限咯。反正食一班要去做事哦。中年先唔會多嘅啊，公司有操控。係啊，非常講，你不要天天嘅事啊，我寫冇限咯。其實呢條路啊，當辛苦啦，我響住幫咯，幾忙啊，我有辦法做。食飯。你想食下第一位？總算送到嘞，請你按用肯定機。我就知道懂感通誒，你就會愛嘅幸福生活。我問你，你認為什麼是幸福生活？對我來說，努力工作、自我實踐，也是幸福生活的一部分。可是我現在才發現，當我們努力工作賺錢，卻同時也犧牲了親情、健康、社交生活，還有快樂。你會幫我嗎？還是你對我，就像對那個阿伯一樣，只是例行公事的來勞檢，回辦公室寫公文，最後只是罰公司一點點錢，
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我记得新灿百货的幕后老板是百川集团。没想到北川嘅其他事业，你本人成熟过。不过照理来讲，企业请讲负面新闻，你唔会北川有按多正义三唔强咯？新灿百货那个案子，你就先暂时搁着吧。为什么？组长出门前交代的啦。听说百川集团的公关找了议员，带了律师来跟什么处长、秘书拍桌子。那所以呢？所以我们就要妥协了吗？我都已经上层公文，也准备要复检了。哟，那么激动干嘛？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天发生啊。剩下的就让上面人去处理嘛。我看你啊，还是关心你另外一个案子吧。啊，那间大华加工厂啊，昨天晚上发生意外，有个工人被机器压断手，都见报了。你不是说你查不到夜间加班的证据吗？老检处你好，我何英泰。拢是你害啦！老检处你好，我何英泰。拢是你害啦！我一直投诉，因永远是超时加班，你拢查袂到。啊，即摆咧，害我手啊断去啊啦！阿伯，你先不要那么激动啦。你找袂到证据，我找互你啦。因上班哦是拍2张卡，永远是迄张卡哦，迄伫倒位我知影啦。今仔日永暗哦，我就入去工厂找互你啦。阿妹，是我啦，你哪会来？算你还阁有一点仔良心。我知哦，工厂刚发生意外，今仔一定天光的，即马哦是上好机会啦。阿伯，不要冲动啦，我回去会跟我们长官报告的。先中官迄无路用啦，即马只有靠我家己哦。我若会当入去吼，我得当找着证据，我袂阿王的手哦白白断掉的啦。阿伯，你知道我这样做是违法的吗？哎，我不管啦。啊，这不香了。阿伯，你不要冲动，阿伯。阿伯，阿伯，快回来！你都去想了啦，阿伯，阿伯。喂，医生，唔衰嘛？啊，唔做专业要迄啲嘅做事，唔当留下来平安。冇啦，家下口中又打天花乱，搞得俺个做一个周年庆嘅加码企划案，俺真紧吃到嘅年份啊，一感激调试美啊。大魔王讲，俺嘅天脑度有翻本，就得将俺看一下么？密码，刚俺去甲签了。天公林长公，拜拜。我真的不相信你做出这种事情来。你知道今天有多少电话打到局里来吗？整个局里上上下下都为了你做事冲动莽撞的结果在收拾残局啊！组长，
我当然知道跟着阿伯闯进工厂是不对的，但是我也是逼不得已的啊。因为那个阿伯他有忧郁症，情绪又不稳定，所以我才……那你不会报警吗？做事这么不懂得变通，我真的不知道你过去1年来受的劳检员训练到底训练到哪里去了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，我也知道你不善人际关系，做人不够圆融，冲动、莽撞，不懂得转弯，这些我都可以理解。因为毕竟你还算是一个工作认真的人。可是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真的开始怀疑你是不是不适合这个工作啊。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怀疑我自己，因为我觉得当一个劳动检查员，就只要熟读劳基法就可以了。所以你自己也有心理准备了吗？什么心理准备？我之前曾经提醒过你，你如果再出错，我就保不了你。我看现在这种气氛，我也很难替你说话。既然你的约聘契约刚好到期，我看这个月底你就离职吧。月底？可不就是今天？等一下，组长，我承认我偶尔会犯点小错，但是我自认我这1年来工作很认真，从来都没有越过任何分际。如果有必要，我可以跟张老板道歉。我知道你对劳动检查员的工作充满热忱，但是光有热忱是不够的，你还要懂得替别人着想啊。我看你还是去找个可以跟人互动的工作吧，磨练一下自己，将来或许还有机会可以回来。组长，我拜托你。我还要多替人着想啊！我就是太替那个阿伯着想，才会冲进去啊！让我进去！劳检员，为什么将我的案子推来推去？为什么一直让上司压榨我们？为什么？廖长义应该回来调书记，唔知佢爱调书嘛个安呢？佢看起来老家工厂嘅阿伯控用，精神冇问题。云太，你就冇条路咧？还是你嘛该啊？你还系辛苦一家啦。先生，你知道劳检处在哪一层吗？我要去找他们理论。我去找他们理论！你干嘛？我去找他们理论！你干什么？我去找他们理论！我去找他们理论！这个人怎么讲不？放开我！不要拉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还记得我吗？课长录用你了，今天第1天上班吗？请问你衣服用很乖啊？喂，科长，我刚回来。哦，好，马上过去。进来。科长，你找我啊？厂商那边谈的怎么样了？今天开会开得蛮顺利的，之后的合作也都谈好了。很好。那你就把这些厂商资料过给那个新来的吧。可是这是我负责的案子哎，
我跟对方现在也接洽的差不多了。还演呐？你还要演多久啊？科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认真努力的好员工，所以我把重要的企划案通通交给你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会瞎了眼睛去相信一个出卖我的人。你抱怨上班时间工时长，加班没有加班费，很不合理是吗？但为什么只有你有意见，别人都没有意见呢？因为你自私，你只想到你自己，你没有想到说当初你进到这个公司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会，可是公司给你资源让你学习，还培养你的企划能力，还付你薪水。今天你竟然恩将仇报，污蔑公司，还破坏公司的名誉。王一晨小姐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如果有脸继续留下来，我就有方法让你付出代价。老哥，你又生日未哦？哦。这之前我就唔问过人啊，唔咩讲呀个工作做来好好咩？唉，去年一模见咱咱考入职嘅咧。心肝要艰苦哈。哎呦，冇相干啦，冇就冇呀。阿婆不很空。阿婆，难过这种没有用的情绪。根本就没有办法改变事实。你放心，我很快就会找到工作的。不是按价请的工作啦，爱看哦，做事做到按辛苦哦。算了啦，不是按价请啦，先了一步的。哎，你千叫冇骗阿婆的，利用夜班机会骗阿婆出去行行啊，好。阿婆。唔放心，我唔会哦带人去爬山去运动啦。两三约到来去个101的楼档啊，吃下午茶，你说好不好？好。个楼档那个李阿婆啊，讲清久冇看到你吧，想我看看啦。个还有啊，个对面那个巷的地方那个张妈妈，要一上看吧？还是包嘞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忙失吧。等一下，我忙失吧。我看咯，係對自己冇信心，冇條路就唔敢去看錢啦，對嗎？我很快就會找到工作的。唔太好畢業，一多年啦，你做到乜該條路哈？講一個冇關心社會人，是通乜個社會系，我本人笑死哦。嘅係唔是老人接觸，你就冇辦法。啊，而老人談事情講生意，也冇辦法。個環境係垃垃雜雜的哦，你又做唔落去，我全乜該條路。我在當老檢員的時候，已經改了很多了。
你全都投入养个啥？哎，你敢老阿婆大度吗？是不是如果我找不到工作，我就得和李阿婆的孙女，或者是张妈的女儿一起吃饭？你要按紧哦，讲就对哦。激将法对我没有用。算了啦，反正哦，我也不会变的啦。就拿人家公留本那个信托基金啦，慢慢的用啦。一生人啊，本人看水呢。那如果我找到工作呢？你可不可以以后都不要帮我介绍对象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啊，你要找不到工作嘞，这样子好了，1个礼拜之内，你就要给我找到工作，做得吗？好啊。好，你讲好的哦，一言既出。驷马难追。吃饭。嗯。哦，明知道阿婆用的是激将法，我居然还会上当，真是够了。我们这边主要是照顾一些曾经遭受家暴或是单亲家庭的小朋友，那请问平常的工作内容是？还有帮小朋友做一些心理辅导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老师在跟叔叔讲话，你们去那边玩。我刚刚说到哪里？工作内容。哦，还有像是……老师，小便便在裤子上了。好，老师马上去处理。还有像是这一类的事情，那不好意思，我去处理一下。我们中心啊，目前需要的是这间的服务员，那主要呢就是帮忙照顾一些身心残障的人士。请问要照顾什么？照顾啊，就是一些他们的生活起居，包含帮他们喂他们吃饭啊，然后帮他们换尿袋啊。何先生，虽然我们是应征教材规划人员，但这份工作需要定期去各分公司讲解授课，这部分你可以吗？要讲解授课。嗯。另外，因为各分公司规模不一样，人数也不一定，但我们会给你一份资料回去研读。1个礼拜之内。喂，范初科你好。不好意思，现在王一晨小姐的业务都由我负责。对，我叫 Penny。好 ，OK， 稍等一下哦。各位，以后不用再哭着进来跟我说事情做不完。周年庆大家忙得跟鬼一样，我也很想补人啊。但是我们王一晨小姐一天不递辞呈，我们范初科就是不缺人。这几天课长分明在整他，每天都不让他做任何事。课长就是希望他自动离职啊！现在课长终于如愿了。
我无怪你，我口中讲，你比我对你清排些，明明係我一條書，就可以唔同口中污啲。前面決定離開，係唔想造成大家嘅麻煩。唔過大家千祈唔識按定唔拉啊！坦白口中太過分，唔聽咗留其他同事，叫我上網由公司反映我。報酬。我係咪應該堅持下去啊？但我是本來做唔乜嘅關係啊，條事人都嗌有乜嘅關係啊？哼，大家老嗌看中牛芝麻面，有乜嘅關係啊？我還有學貸。保險費愛繳，總唔得冇條路啊！啲下天氣唔好，條路快晴，我係尋唔到條路用架啥？王醫生，他真是對誒！某乜嘅事情做人讓你大方，你聽錯冇問題，你聽錯做的，阿家家 fighting， 阿家家 fighting， 阿家家 fighting， 阿家家 fighting。亲爱的王闺蜜，我的雅布卡，你今晡日去多點下班啊？雅玲，我做嘢嘅鐵打送嘅啦，我等你做些名來名去，要快鐵啦。唔會啦，做光了也唔係為到乜嘅，就係愛我自家 happy。做係啊，也好當幾年都唔做啊。我連做唔事情，你做一下，那有乜關係？你講吼啊，用技術做暗講啦，轉去哦，還沒有報個四路波嘅課，上個要我做四路棟大送。講唔到暗才個，跟我話帶因老闆看吼，跟後生嘅啊，你名記下，看唔較爽喎。哎呦，讓300啦。好嚟，伯妹，唔該，要獎咯。懂好，懂獎啦。安子說。夏玲，孟醫生，我送東西啦，死掉嘅啦，都冇錢呢，做人叫冇見呢，我很凶啊。挺好係啦，下半年做人家傳簡訊部，你係有脾氣。醫生啊。家雅玲吼，2個月做質感呢，過2月未做光療呢，你是啥做冇？上好看哦，中獎哦，唔是啊，有冇興趣啊？我人哪年開下，平時化妝咩唔擦質感，一時什麼用做冇？你知道自家的情況啊？真勁呢，王醫生，我冇到你身邊，你去邊啫？還沒這麼不用啊，流汗子。見但你好也蒙着，皮膚當然咩除啊？但這個還係暗潮。醫生啊，唔見本人用眼做下班，哪幾上去乜嘅啊？冇啊，我做不開下期報案啊，
我说老我用的东西做带种来。哦，你啊，我为妈妈放到台北啊。等一下，他们讲啊。大妹、孙妹，那就先上去了。好。很多东西唔要离家出走哈。你唔准离家出走啦，挨老几只狗模子分数诶。哈？8年前还讲记迄牙真命天子诶。刚开始系啊，唔过挨池条路挺记去台中过后，才发现佢根本系个法老型诶，佢生癌的、用癌的、水癌的，含老落下小气嘅咩乱来，我真系清气。但8年我做安尼啊，一开始我就讲佢有问题唔行。反正我老佢分数诶，我喺转台北寻条路。真命分数诶，用啥讲来结婚诶？哦，跟俺们做抢娘啦，听说一下啦，俺往青岛带微少呢，也不诶，做的现代伢不看嘛。你做梦到俺太胖诶，伢做的更冇爱嘿。你真好呢。好在去百货公司嘅时间，是不是人家嘅好朋友？我爱用个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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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个啥。拜托，我好报夫妻噶，唔可以谈你妈做唔掂人嘅，好冇？爱啲啦，冇问题，一陣。唔過，王醫生，你唱要超嘅呢？按舊裝年輕輕無限吼。乖乖哦，头摆讲到犯触客，你就讲唔停，根本你用按点嘛？用的啦。唉，我根本要此条路诶。哈？此条路？可是上对啦。枪伞唔上本嚟爸媽點，希望其他俾人靠靠不靠。你啲犯錯客做到東翻去，做乜嘅好好條路喺此地啊？冇想到醒來科總按變態哦。唔過唔用按拍帶啊，起碼嘅6檢出條數啊，6檢原來用誒。大家本本好好，唔去做炮灰。哎呦，虽然你结果啊，不过俺冇 happy。你出差哦？俺讲正经的啦，之前没有华航空姐罢工新闻嘿，也件事帮俺上动刀。俺上网看楼梯发的鬼听，俺就知道大家用为暗工啊，工作条件按查还漏都应该诶。之前啊。你伫百货公司上班嘅时节，唔要起到肩颈酸痛、清明寒静脉曲张嘿，按旧家庭促销啊，有一只胎记起到足底筋膜炎呢，公司连一种单也这么本记错，你出啲个上啊，劳动条件很差，应该嘅嘿，俺都认真做事，冇俺都要求合理嘅工作环境有乜嘅唔错啊？是条路不然去按原来啊，又唔要搭只条架做好条架。人就要捍卫自己的权益，去请调价沟通啊，不用调价变做好调价。讲起按你讲，一下又高又成功冇？两人薪水还按出批，也就抬头里，面试嘅时节千万莫讲，系冇马啥咁用嘅。私人投入做唔得有意见系，我想清楚诶，喊摆俺每一个种调价诶。韩哥，也唔係搶人牙齒家嘅事，前頭都咩可以讀到，我曉得報復自家權益。也係魚腦，睇複雜嘅事情，我想唔通，談唔是，我搶上前
钱多事少，离家近嘅些來咗。真係都唔有一嘅的人吃嘅魚，no。天太好，那有何況嘅事啊？青草油，請去眼盲發現。唉，遲餐啦，唔好吃虧就好啦。哎，俺家人講遲到嘅事情，千萬做唔得讓佢爸媽講。冇問題。李雄哥，俺妹住喺我 house 咧，黃連富掛雞桶，今日不請我來食飯？好啊，第一下下班，差唔多8點鐘到。你想？尚文哥，聽講唔見每日呢度波打林總嘅秘書見面，應該嘛？佢下晝帶幾日同天花來，有啲麻煩啊。我記得係蘇小姐是嗎？錯，佢吼親好是N公司附近啊一間手工蛋糕啦。下擺吼你請幾個時間啦，帶一下過去，我保證啦，安排你老幾個交通啊順順利利。什麼時候你提上？唔傻逼啦啊！錯嘅啦，因為這遺產訴訟嘅案呢吼。我聽講呢愛出庭啊！打佢根本嘅全部我嘅資料，全種冇中意。佢做得拜託，警安部找幾個判例傳給我。警安部？係啊，佢拜託啦。哦，熬夜那個天數啊，根本係我不用做生意，我做一做唔得。我啲啊，我哋可能搞辦，我每日基本。什麼啊？唔放心。因為官司大洋啊，我聽到條家講你係全州人嘅功勞哦。哦，先下辛苦啦。排泄，根本應我喺夾辦，冇喺嗰啲嘢，能贏啦。俺哋排泄啦，俺屋企仲細咧啊，冇白都冇房間咧啊，俺吼到醫生講下啦吼，一有房間咯，我那爸妹吼當然帶下咯。拜託，唔到中唔啲，係俺輸比菌呢，下淋水冇會偏高，薄水殼，加係做地，從係俺會睡眠不足呢。馮醫生，唔好亂講話哦。眼水母親 lady， 真唔會偏高薄水殼嘅。哎呦，懂 lady 呢？那你要留下來幫你自己看，你聽錯會幫你自己嚇死哦。哦，又來啦！誰來是該是拍物件啦？錯啊！誰來愛有6塊雞柳人魚線，誰妹唔中意一做，no 乜所謂誰來？係啦，垃圾丁，1、2、3、4、5，來啦，還差1塊啦，6塊7，還有啊，人魚線小魚乾，是，清流神。錯啦，醫生啊，你看周年慶唔係兩塊視頻咩？按今日按手算啦。阿爸，我想要買嘅東西嘛，我看過醫生拿出來目錄，按摩椅有特價哦。按摩椅，個按貴嘅。上擺你想講我買半兩百，結果其他人講冇愛。你想啊，穿成當辛苦啦，按貴重嘅東西按不卡，老有冇乜關係咧，我冇收。
讲到按上分，伊也好无亲人伫身边，研究迄假亲人。系啊，我终究冇看到你上过诶，我有重大问题可以问记呢。你讲到你上哦，伊免真动强啊，出身安尼家庭，上课比班公班同哦，太好毕业，也做历史呢。按条摆哦，搬到台北，跟南部就要去杀，按少哦，少讲哦，要变坏。伊来台北读书，他家长有拄到，讲起来，因老其亲有缘，也还没抢出因做的照顾伊啊。做历史虽然无限，不过礼拜尾应该爱了啊。医生，我问你上，礼拜有喊过来吃饭无？好啊。解释。你按叫頭因為按快錢啊！你講愛我，情我，講唔錯嘛，Vicky。那用按水，見到都叫做落鏡眼。講唔錯嘛，Vicky。那用按水，見到都叫做落鏡眼。這種帥哥男神，你吸引起來冇？你還哪有問題呀？你新嗰條路做得用誒，呢間公司經營冇問題哦。暴力攻擊兩種事情，那有可能會關。廖比真經可以冇真慫啊！你不覺得我比你還適合這份工作嗎？找心跳我背，你跳啦，根本應愛去，來為做事，按做 everybody， 愛開容笑面哦，兩下馬路紅，查案多，有人行動家，有人冇方向，按多故事隨時發生，希望愛順利哦。Wonderful today.